台东路的高台。影片啊，台东卑南族的吧，花莲阿美族，台东是卑南族的，哇哈，都戴那个漂亮的冠做阿祖级的呢。网友做阿祖了呢，阿祖级来到处旅游晒太阳，吸分多精照阳光心情开朗，你看健康啊。他们也去马祖旅游，南竿、北竿、东引，可能也都去过金门旅游，台湾各地旅游，还有去越南旅游，在中国大陆旅游到各地去旅游。有健康，有钱，有闲，可以去旅游，吃得下去，睡得着，笑得出来还要赶快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性理真传，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天地有穷的时候从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到后来申会酉戌，各是人灭、地灭、天灭，然后亥会就是大混沌了。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未会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再下来就是申会，人就要年龄就要收回了呢，所以要赶快修道净化身心灵恢复本来面目，才能回无极理天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你赶快得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孔孟圣道性理真传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离最苦，离极苦得极乐离苦得乐你看，求道得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可以离苦得乐超脱六道轮回生死之苦求道得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可以超脱生死轮回之苦很值得